规大片的石壁放落来，规条路拢互大粒石头，也有一寡土沙树瓦挡掉咧，这条路根本就拢袂通。这是苗栗太南乡主要的道路，苗62线6公里的所在，落石头的面积长差不多20公尺，宽差不多5-6公尺，宽12公尺，土石量真济，而且石头拢真大粒，有几百公斤重，人搬袂顶重，所以讲成就封锁线。这条路是通到出名的景点泰安温泉主要的道路，因为放气加封起来，就是烦恼讲，若继续落雨会过放，所以讲袂使有民众通过，已经派怪手到现场去处理啊。分叉点的部分的话，把当地的光缆也压断了。所以刚才中华电信也有到现场来看，那所以我们在今天下午2点。障碍排除以后的话，那根据中华电信会进来，针对光缆的部分去做衔接。乡公所讲，上紧下晡就会使通车，不过嘛提醒讲，这几天啊天气预报拢会落雨，所以讲，若要去泡温泉的人客，也是当地乡亲行这条路时，要特别注意安全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